台东李溪山风景区最近是有保育类的台湾山羊出现伫咧遐。不过，这款山羊通常是生活伫咧海拔300公尺以上的山区，出现伫遮是真奇怪。这阵林保署是派人先去观察，按算甲因掠起来，才送转去山区。这只徛伫山壁顶的山羊是民众20经过台东市李溪山南边翕到的，边仔还有3只狗，好亲像是去互狗仔热觅伫遮。暗过住伫山脚的民众是讲，其实3个月前山羊就伫遮来来去去，暗过伫关山活动的山羊哪会走来遮哩？不然这个山怎么会有那个山羊？对呀、到底是人家养的跑出来，还是那个不知道。台东市李溪山是观光休闲的景点，4区里拢有人家，海拔高度敢若75公尺。暗过台湾山羊生活范围是伫海拔300公尺以上的关山，出现伫遮尔瓦近人镇的所在，真无平常。林保署台东分署接到通报，21派工作人员上山查看，鉴定是毋是山羊，还是其他的物种，暗过无发现，可能需要用绳甲掠起来，再个放转去山区。在鲤鱼山过去，我们确实是没有记录到台湾野山羊的这样子的一个影像。那它怎么会到这个区域？目前我们还不知道它行走的路径。有生态工作者认为，这只真有可能就是3级保育类的台湾山羊。去年马巴伫花东的唱国农田互人发现，即马搁伫市区出现，原因不明。台东林保分署提醒民众去李溪山休闲健行，发现野生动物唔通甲惊着，嘛莫甲饲，爱通报林保署还是县政府来处理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